这有规，这很早有规定过，对，所以这个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，这样对。嗨，Now News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嘉狗蒋伟文。这一次出的料理书就是走经典，然后必学的好菜，对，就是你一定要学起来的100道这种的。然后呢，用简单家常的方式来料理它，尽量把我在各国界里面我喜欢吃的料理把它收录起来。比如说韩国的，我就收录10道我最喜欢吃的，那可能泰国的10道，然后比如中式的10道，中式经典的10道这样子，然后各个都收录起来，变成一个你必须要学会的。蒋夫人也会做菜，但是我把它训练成美食家就好了。对于我觉得一个厨房里面太多人的话比较麻烦，因为我已经习惯把我的东西摆在这个地方，放这边，然后食材要怎么做都是习惯了，对，所以比较我跟蒋夫人就有商量好，就是厨房就一个厨师就好了，这样。夫妻的口角就是你回想起来，你根本不记得你吵什么。很多时候，比如说我跟蒋夫人吵架了，然后这个吵架变成一个大吵，大的一开始争执，后来大吵一架，3天不讲话。然后第3天呢，我们要回想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到底为什么当初，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吵架？往往要不然就是想不起来，要不然就想到后来发现啊，这怎么跟后来我们吵的完全没关系啊？因为它会变得别的事情，因为夫妻是同林鸟嘛，每天都在一起嘛，所以有时候会累积情绪，所以说那个引爆的点啊，可能不是你们真正吵架的原因。它只是一个引爆的，它只是一个引线，爆炸了。可是事情是累积3天或者3个月的事情，对。所以自己要理解这件事情嘛，对。然后要尽量的去看对方的优点，哦，不要说只看对方的缺点，因为你看对方缺点，对方也看你的缺点，那就看不完了。对。所以你要告诉自己太太优点的时候，你脑中都冒出什么？品味，对。因为我太博爱了，对我没有办法，像他这么有品味。对，虽然说他这个品味会让我觉得，有时候很受限，或者是我觉得就像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，就像我的小朋友一样，妈妈好像很严格这样子。对，有时候甚至我也会这种感觉。但是事实上，真正有品味的人都是这样的人，对，所以。你不能一边欣赏他这么有品味，一边又 complain 说他让你感觉太拘谨啊，在某些事情上，你必须要真的去拥抱这个你欣赏的东西，对啊，他的个性这样。我会规定再怎么吵都不可以讲出离婚。啊有，这有规定，这很早规定过，对，所以这个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，这样对。是一讲就回。以前在一起还没结婚的时候，就是谁先说分手，那个就是不管你刚刚说了什么错，对的话，你只要说那我们分手吧，或者你如果有类似，就是说好像说要分手那种话，然后就会变成你错都是在你身上，对，所以这个就变得话，结婚也不可能会说离婚这件事情。他好像有一次这么说，可是我跟他说，我其实被你磨成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双鱼座就是比较天马行空嘛，就是很坚持，对品味很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见解，一定要这样子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慢慢的，因为我就慢慢的对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慢慢摒除掉。就是我一想到觉得你应该也不喜欢这个，对，所以就不要了。对，甚至于有些 surprise，我觉得他也不见得喜欢。对，他喜欢是你了解他最希望是什么。有时候你 surprise 那个东西拿给他，他一看，我又不喜欢这个，我真的好烂的 surprise， 然后就变成这样。所以你最好事前先查好他到底最喜欢什么，然后这个东西是他认可的，再去 surprise 他。比如说我确定他最喜欢吃这一家的起司松饼，确定了，然后我在早上一早就去买到，我们再 surprise 他，这种 surprise 可以。但是比如说你听说这家店很好吃，可是蒋夫人从来没有吃过，然后去买，排队名店 surprise， 他一吃，好难吃哦，为什么大家排队买这家店啊？那就变成说这个 surprise 很烂，对，所以了解
要了解他，就会比较能够跟他有好的互动。